而家嘅廣州市場物品豐盛，選擇種類繁多，冇人估得到喺30年前嘅廣州，會係四季如春冇菜食，魚米之鄉冇魚食嘅另外一番景象。喺當年，有一位廣州市民將一張兌換唔到實物嘅5毫子魚票寄到咗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嗰一度。呢一件事令到習仲勳觸動好大。喺當時，就算係揸住票證，亦都有換購唔到現貨嘅時候，市場上貨物奇缺，主要日常生活用品被轉換成40幾種票證限量供應。但係咁多種類嘅票證仍然唔能夠涵蓋所有嘅物品。價格開放之前，計劃種植、計劃收購、計劃定價，流通體系僵化，樣樣都要憑票。市民住房難，搭車難，食肉難，總之樣樣都難。全部都係價格嘢嘅禍。習仲勳對此體會好深，於是就決心從放開副食品、蔬菜嘅價格開始推行價格改革。一直到1993年，呢一啲喺全國範圍之內發放嘅票證，先至真正退出歷史嘅舞台。憑票買啦，排隊咯，排到最後都要去買啊嘛，冇啦，聽日再嚟啦，仲排隊啊？咁啊夾埋唔夠100蚊咯，又養4個人。咁養4個人咁啊，仲要錢都買唔到嘢。除非去外縣啦，去啲農村嗰度買啦，農村有時都有啲嘅。乜嘢都冇，好少貴啊，幾十蚊一斤啊！啱啱我3歲路仔啊，雞蛋都冇食㗎啫。係啊。跨越珠三角，關注粵港澳。Hello， 大家好，我係郭老。大家好，我係李燦明。燦明啊，你知唔知喺30年前喺內地咧，有好多嘢咧係就算你有錢都買唔到㗎。嗱，唔係我經歷，我父母話我知，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不可思議啦。嗱，嗰陣時咧就會有糧票啊、布票啊、郵票啊，噼里啪啦好多票，咁所有嘅嘢無論大細咧，都係要用張票嚟換翻嚟嘅。咁而且有時你換到嘅嘢咧質量會好啲，有時咧質量會差啲嘅喎。咁即係有個疑問喎，邊個會願意從事生產啊？係啊，咁譬如一位農民咁啦，咁佢去種一斤白菜，咁淨係賣到5分錢嘅啫，真係連成本都收唔翻㗎。咁按呢個規律咧，我嘅疑問就係邊個會生產商品呢？咁其實所以商品嘅生產咧就係唔受鼓勵，仲要係被限制嘅添噃。咁不過唔緊要，到今時今日我哋要菜有菜，要肉有肉，要魚有魚，唯一你要受到市場價格限制。冇錯啦，咁我就成日講一句説話，就係有對比咧先至有美麗嘅。咁諗翻起咧20年前啦，過嘅日子係咁艱苦，咁所以咧先至更加體現出我哋今時今日嘅日子係幾咁幸福。咁而所有嘅呢一切變化咧，就要由廣州嘅價格改革開始講起啦。1980年夏天，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嘅習仲勳帶隊前往香港同澳門參觀訪問。訪問團裡面有唔少係建國前後曾經喺香港住過嘅廣東人。30幾年之後舊地重遊，佢哋發現香港嘅變化好大，就好似另外一個世界咁。上個世紀80年代嘅香港超市同依家相比冇乜太大嘅變化，裡面嘅物品種類繁多，琳琅滿目，有嚟自唔同國家嘅優質產品。當時嘅超市出售嘅貨品，除咗豆豉鯪魚係廣州生產嘅之外，產自廣東嘅真係少之又少。喺嗰度，1蚊雞港紙可以買到10隻新會橙，但係美國嘅新奇士橙就要10蚊港紙先至買得到1隻。嗰陣時嘅廣州人平時慳慳埋埋，最普通嘅生果都要等到過時過節先至捨得買翻屋企同家人分享。而喺香港，隨隨便便就可以食到呢一啲生果，而且選擇仲有好多添。對比之下，就令到訪問團嘅成員深感改革嘅重要，決心要放開手腳，推動價格嘅改革。1981年至1983年，廣州市嘅蔬菜、活魚、生果等價格陸續放開，5分錢1斤嘅白菜價錢飆升6倍。再加埋受到天氣嘅影響，菜價上漲嘅幅度更加大，市民反響強烈，有人仲甚至去到中央投訴。
無論當時嘅壓力有幾大，困難有幾多，實現價格闖關似乎勢不可擋。1985年，廣州喺全國率先放開豬肉、水產品等8種主要副食品同衣車、單車等工業消費品嘅價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嘅價格革命隨之逐漸展開。喺1978年，中共嘅11屆三中全會就否定咗以階級鬥爭為綱，咁亦都係開啟咗改革開放嘅行程嘅。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廣東人好多時咧就睇住我哋嘅菜籃啊。咁今日咧，我哋請嚟嘅嘉賓咧就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校長董小倫先生。你好，董先生。你好，大家好。今日講翻當時嘅改革，我哋聽到有個詞啊，叫價格雙軌制。咁我哋知道有啲好重要嘅貨品，例如咧就係呢個冬瓜咁樣，因為佢多人食用咧，咁佢要保持一個價格。咁但係好多價格咧就開放咗。其實當時係一個點樣嘅背景之下實施呢個價格雙軌制咧？因為最初改革嘅話咧，就希望咧通過價格手段咧嚟促進經濟發展。咁喺價格一放開嘅時候，咁呢個好多物價都會上升嘅。譬如講我哋廣州蔬菜價格一放開，當年咧就係上升咗66%。咁咧作為好多老百姓嚟講，當時嘅收入唔一定跟得上。咁咧為咗保證呢個最基本嘅需求，特別一啲貧困家庭需求，咁啊就政府咧就有意識咁樣控制到好似冬瓜咁樣少數商品嘅價格，使佢會保持比較低嘅價格。咁嘅話咧，使有錢嘅人可以食到更加多品種、更加豐富嘅菜。有比較貧困嘅話，佢可以起碼有基本嘅蔬菜供應。咁喺政府實行價格雙軌制嘅過程當中，佢哋遇到嘅困難又有啲乜嘢咧？總嘅嚟講咧，就一開始嘅時候，可能遇到一種社會老百姓一種唔適應。因為早期嚟講咧，大家都係買好平嘅嘢，都係低價嘅。儘管有時買唔到，佢哋好早去排隊，佢都習慣咗啦。一下子有啲價格放開咧，就好貴。特別好似有個糖魚，廣州市嘅糖魚咧，85年放開嘅，當年就一下子升咗4倍價格。咁所以咧就會有一啲呢啲壓力。所以政府面對呢啲壓力嚟講咧，佢就除咗呢個堅持呢個做法之外，同時咧就深入落去咧，就即係將呢啲政策能夠落實到生產者嗰度。所以糖魚供應其實咧到咗第2年咧即刻緩和翻嘅。所以老百姓嘅意見咧好快就冇咗。咁當時啊，即係我知道咧，即係佢順口溜啦，咁啊用普通話講啊，倒賣啦。如果用廣東話可能叫炒啦。咁就話10個有9個咧就喺度倒賣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剩低嗰個唔係唔倒啊，揾緊嘅啫喎。咁實際呢段時間維持咗幾耐，幾嚴重咧？呢個價格雙軌制其實就係幾年時間嘅，到咗80年代後期咧就基本上就並軌嘅啦。咁啊早期咧呢個係不得已嘅手段，而係一個發明可以講。因為咧如果你唔實行雙軌制嘅話，全部都壓低價，意思證明唔能夠促進生產。如果全部放開，好有啲老百姓唔能夠適應，所以你喺呢個過渡時期用呢個方法嚟講咧，應該係比較合適嘅。咁就當然有啲人會利用呢種價差。譬如講，我將呢個牌價買入嚟嘅嘢，我用市場價格賣翻出去，咁咧就會出現有啲走後門啊，或者以權謀私嘅現象係會有嘅。咁雖然會係出現咗一啲即係負面一啲嘅現象啦，咁但係咧我就知道係有一位諾貝爾得獎者咧，諾貝爾經濟學嘅得獎者咧，亦都係對價格雙軌制嘅評價會比較高喎。咁佢就認為價格雙軌制咧就係呢一個中國嘅向計劃價格向市場價格過渡之中揾到嘅一種天才嘅方法。咁其實你係點樣去理解呢一段？我覺得呢個評價係非常中肯嘅。即係你一方面佢就適應咗老百姓嗰種對於價格放開嗰種適應能力。佢有個步驟，有個過程。另一方面對企業嚟講，原來企業習慣咗國家管住嘅價格，而家俾佢一部分可以按市場價賣，一部分按國家牌價收購。咁佢按市場價賣嘅過程當中，佢逐漸知道自己應該點樣瞄準市場需要去生產。咁佢開始逐步一步步適應咗市場嘅要求啦。咁所以對後尾嘅將來嘅後邊嘅改革嚟講咧，應該係一個好好嘅預演啊，一個好好嘅排練過程。咁其實喺呢一個過程當中，亦都會出現咗一段漲價週期嘅喎。咁而家睇翻，你覺得當時嘅呢一個漲價週期，你自己點睇嘅咧？呢個漲價週期咧，就應該講係不可避免嘅，因為原來確實太低個價位，就好長時間壓抑住，咁啊好多成本咧唔能夠反映。咁啊喺最高嗰時咧，我哋廣州市嚟講，1985年、1988年同埋1993年呢3年都出現咗當年居民消費嘅價格指數咧上升超過20%。相當高嘅。係咪都係一個唔太健康嘅現象？應該係，所以當時對價格闖關嚟講咧，大家有啲反思，
可能唔能夠過急。同時咧，政府要輔助一啲調控措施落去，就建立咗個當時廣州市政府就帶頭搞一啲價格調控基金，同埋咧你提價你要個報備制度啊，咁樣逐漸有啲宏觀調控加入去以後咧，咁啊慢慢個價格越來越順啦。所以到咗93年以後咧，我哋好少再出現咁樣嘅價格漲幅嘅。咁我記得初期嘅時候啦，呢個價格闖關就喺廣東啊，普遍都叫做比較接受啊。咁但係亦都有啲全國性有啲咁嘅批評，就係話：喂，廣東你搞亂咗個全國。咁喺面對啲咁大嘅壓力嘅時候，其實當時用啲咩方法去緩解即係其他省市以至中央即係佢嘅顧慮咧？咁作為政府嚟講，省市政府咧應該講喺呢方面咧睇得比較準。佢哋冇辜負鄧小平先生委託嘅，要殺出條血路嚟。記得當時有2件事比較大觸動嘅對我哋，一個就火柴價格上升。最初咧廣州市火柴係一分錢一盒，後尾咧調價調成2分錢一盒。咁啊上面有人話你調100%喎，會唔會太高啊個比例？咁啊我哋政府就積極去解釋，我唔調唔通調半分錢就冇辦法，冇半分錢嘅貨幣係咪？我只能夠調多1分錢。另外咧糧食價格呢方面咧，又係當時受過上面批評嘅價格放開，又係屬於全國最早嘅。但係咧就我哋堅持穩定農業生產，同將呢個價格放開同埋生產供應加即係結合起嚟，特別再組織一啲進口嘅糧食啊咁，通過呢啲嚟緩和呢個市場嘅供應所以你慢慢嚟講，上邊都睇到咗廣東其實咁樣做嘅效果都幾好，所以觸動咗中央以後咧，逐漸後邊全國都逐漸放開啦。咁其實董校長啊，除咗即係睇翻以前啦，咁除咗係外界對廣東呢一個價格改革嘅一種評論之外咧，咁其實廣東本身嘅價格改革都會出現咗有一種叫做一放就亂，一管就死咁樣嘅一個比較奇怪嘅現象。點解會出現咁嘅現象呢？呢個咧係我哋國家喺轉型階段一種通病嚟嘅。因為以前教育經濟係管得好死嘅，後尾一放咧，由於你新嘅遊戲規則未健全，好多市場經濟嘅法律法規冇健全，所以咧大家就即係可能有啲，反正因為鄧小平又鼓勵大家摸住石頭過河，咁咪就各種比較即係冇秩序嘅現象係好難避免發生。咁點解會一管就死咧？即係管咗調轉嚟嘅話就冇辦法啦。調轉嚟，如果你話一刀切嘅政策，即係咁大個國家、個地方、個行業差別咁大，如果你用同一個政策嚟將佢控制得太嚴嘅話，可能變咗咧就冇經濟就冇咗活力㗎啦。咁咪處於一個兩難嘅局面咯。咁政府當時係用咗邊啲手段去解決？當時咧喺價格管理方面咧就提出一個調放結合呢個措施，即係話我放唔係放到盡唔管啊，同埋我管咧係咧適當時候適當地管啊，就唔係話即係一下子揦晒所有嘅都管得咁嚴。即係喺需要管嘅時候又管，喺需要管嘅領域就加強啲管。譬如講好似收費制度啊，對於行政事收費嚟講咧，廣東係取消得比較多。由價格雙軌制去到價格闖關，廣東嘅價格改革咧，終於係令到全國完成咗由票證時代去到市場繁榮咁樣嘅一個蛻變。廣州獨具特色嘅飲食文化就係民以食為天嘅最佳代表。目前廣州擁有包括咗內地、香港、澳門、台灣以及外資投資嘅飲食機構，一共2202個。好似名揚海內外嘅中式茶點、廣式燒臘、老火靚湯等等，令到廣州唔單止贏得美名，更加吸引咗無數嘅遊客慕名而嚟。隨住市場經濟嘅繁榮同發展，食在廣州潛力無限，未來嘅前景將會更加輝煌。改革開放之初，修橋鋪路全部都係由國家包辦，但係當時國家嘅財力畢竟有限，廣東嘅經濟基礎亦都十分之薄弱，根本就冇錢鋪路起橋。於是廣州喺路橋建設方面率先開始咗引入港資嘅破冰之旅。當時番禺籍嘅港商何賢、霍英東等人投資建設由廣州到番禺嘅洛溪大橋，用嘅就係貸款起橋、收費還貸嘅方式。喺當初有唔少人仲係冇辦法認同呢一個方式，
以至於反對嘅聲音不絕於耳。咁其實早喺1972年呢，香港就已經用呢一種方式投資咗3億2千萬港幣興建香港紅磡海底隧道。根據統計，呢一條隧道喺建成嘅35年以嚟，一共為投資者帶嚟咗大約300億港元嘅收入。除此之外，香港地鐵公司喺最初亦都係引入民間資本，投資咗260億港元，先後修建起咗3條地鐵線路。而香港政府就授予地鐵公司物業發展權，呢一個係香港政府發展地鐵政策嘅獨特之處，亦都成為咗香港地鐵公司最重要嘅業績支持。目前香港地鐵已經實現咗15年連續盈利，2007年嘅總收入仲達到咗71億1500萬港元。正係因為引入咗港資同民間嘅資本，路橋建設逐漸走向市場化。廣東省嘅公路高速發展。根據2007年底嘅統計顯示，廣東省公路嘅總公里數已經達到咗182004萬公里，將近係改革開放初期嘅3倍。雖然當初有好多人反對路橋收費，不過而家望翻轉頭，道路嘅發展、出行嘅便利，大家亦都已經習慣咗過路過橋要留低買路錢啦。咁講起廣東，大家都知啦，咁創造咗好多個全國第一嘅，咁可以話冇乜禁忌。咁即使係鋪橋起路之後咧，都有個第一嘅，咁就係收買路錢啊。冇錯啦，咁其實咧廣東人出咗名咧，就係接受新事物嘅能力咧就係好快好高嘅。咁有一個資料係顯示啦，就係咧喺全世界有收費公路嘅國家同埋地區咧，一共係有20幾個啦。咁而總公里數咧係有14萬公里，咁其中咧有10萬公里咧就係喺中國嘅國境裏邊喎。咁其實董教授啊，你就認為啦，呢一種引資修路建橋嘅方式咧，好處喺邊一度咧？喺我哋啱啱開始講下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咧交通條件啊係一個制約經濟發展一個基礎工程嚟嘅。如果喺呢個方面唔做突破嘅話，我哋要想盡快發展經濟好困難。所以當時嚟講，廣東省廣州市有關嘅領導咧，通過去香港考察學習，發現咗香港呢種經驗咧其實幾好嘅嚇。即係收橋過橋費、過路費、過隧道費啊呢啲，咁咧，所以呢個辦法咧得到好大啟發以後咧，我哋就翻嚟以後就開始做呢件事。所以喺整個珠江三角洲嚟講就做咗唔少。咁打咗呢個頭，全國就好多地方都學。一學嘅話就變咗我哋全國呢個公里數收費公里數就多啦。但係啱先就講到話火柴加咗1分錢都已經咁大意見啦。咁而家過路過橋要俾錢，咁政府推出呢一種咁嘅政策，個難度係咪會有更加大咧？作為喺廣東嚟講，因為做行呢一步嘅時咧，我哋已經開始初嘗到改革開放一啲甜頭，所以老百姓嚟講咧，本地老百姓嘅抵觸情緒應該講係唔係好強，但係咧好多外地嘅車嚟，佢其他省未收費嗰時，你嚟到廣東就要收費，咁所以咧喺內地嚟講呢個反響係比較大嚇。但係好在咧就得到咗中央有關部門嘅即係支持鼓勵我哋做試驗，因為廣東作為綜合試驗區啊嘛。如果可以大膽咁樣試，所以你後面人哋其他省見到你咁做其實幾好，好快搞起呢個公路網啦。咁佢哋都一做嘅話，都效果都出嚟。即係有人撐住。嗱，我嚟自香港，我梗係容易啲接受啦。咁但係我知道內地一啲網民咁樣講嘅，即係佢係個矛盾。你問我收錢起路，跟住我起咗路，你又問我收錢咁樣，佢哋覺得好矛盾。咁點樣向佢解釋咧？可能咧呢種做法咧，即係話我哋話，即係還路於民，喺民間集資收翻啲錢俾大家行，咁咧行到一定階段嘅講，應該講係結束嘅，即係唔係話一路永久冇限期咁樣收落去。所以廣州市嚟講，我哋想要期限啊嘛，係即係一般嚟講都要有個預算，喺若干年可以收回投資。咁所以通常嚟講，我哋都會有呢個計劃嘅。所以在物價局批准每一個關卡收費嘅時候，都有個年限喺嗰度，一定嘅年限先批你幾多時間。咁啊，如果將來未收夠，再延長啲。咁目前嚟講，我哋廣州嘅呢個洛溪大橋啦、琶洲大橋啦，都冇收費。冇錯啦。咁亦都有資料顯示啦，目前廣州城內咧係有12座跨越珠江嘅大橋，咁其中嘅3座咧就係通過港商去投資嘅，咁其餘嘅咧都係國家投資嘅。咁而琶洲大橋咧就係第一座由民間資本投資興建嘅橋。咁其實董教授啊，你就認為啦，呢個民間資本去投資修橋補路啦，呢個你嘅態度會係點樣嘅咧？作為民營企業投資呢啲基礎交通設施咧，
其實一方面解決咗我哋政府投資不足嘅呢個局限，另一方面咧，對於佢哋嚟講，佢選進呢個項目嘅話，應該講呢一類投資大部分嚟講風險比較低，所以咧應該講對雙方都係雙贏嘅咯，對企業、對政府或者對老百姓。咁而家當然我哋咧就已經實行咗即係年票制啦，即係唔係逐期咁樣嚟收，統一嚟解決呢個問題。咁我相信大家作為市民嚟講，接受亦都會比較好接受咯，心理上覺得佢。可以咁講啦，但係咁啊見到另一個局面嗱，從好處睇啦，我哋見到即係你引進港資啦，又有民資啦，咁啊鋪橋起路，咁啊結果你解決咗好多擠塞問題啊、樽頸問題啦，咁啊好嘅方面啫。咁但係亦啲人指出另一個矛盾喎，咁就係話興建跟住咧你收錢，跟住有還唔清嘅債項，佢有個資料嘅，咁亦都係幾確鑿。就喺07年嘅時候，嗰啲叫環太公路收費站啦，咁佢總共咧有696億嘅債務，咁但係你當年收得33億嘅啫喎，連息都俾唔起喎，咁啲人就問啦，喂，咁如果你咁樣係咪即係仲可以繼續落去咧？係咪可以持續嘅咧？咁點樣回應呢類咁嘅質詢咧？我覺得呢個問題就可能要從兩個方面嚟解釋佢咯。一個嚟講咧，作為道路作為一種公共設施，絕對咁完全市場化，完全靠民間籌資，大家嚟收費嚟解決，唔係一個唯一嘅出路。因為政府係有一定責任喺從財政支出方面嚟負擔嘅，所以咧就我覺得政府財政介入以後咧，就唔一定全部依賴社會收費。第二個方面咧，就可能我哋收費方式就要逐步完善。好似廣州市好多橋咁啊，而家改成年費制，就唔使設咁多收費關卡，即係收費本身嘅成本會降低。如果我哋將來更加呢個喺收費環節度更加簡化一啲程序，用自動化嘅收費方式更多嘅話，嗰啲人員啊、嗰啲設備費用咧可以節省嘅話咧，可能對於我哋提高呢個收費效益係有好處。咁可能要利用下香港嗰個八達通咁上下嘅制度咯喎，呢個電子化，如果唔係即係你係咪呢方面即係要考慮下咧？廣東而家已經開始有做法。係啊，而家譬如廣州嘅話會有羊城通啦，咁搭的士又得。仲有一個咧公共交通，出面公路有個粵通卡，冇錯，粵通卡佢過收費站佢自動計費㗎啦。嗱，咁講完呢一個路橋嘅建設啦，不如講下地鐵啦。咁其實咧，地鐵真係地鐵嘅一句説話就係為生活提速啊嘛。咁亦都係慢慢達到咗呢一種咁樣嘅效果喺度喎。咁但係睇翻咧，地鐵雖然係咁便捷，但係咧，其實我知道佢嘅發展嘅過程亦都會有困難啦。譬如原來聽講話喺1970年代咧，廣州就已經係籌備緊想興建地鐵，但係咧可能係因為資金嘅原因啦，咁一路咧都係拖住咗呢個進度嘅。咁但係咧睇翻香港咧，其實就會有一個方式係值得借鑑，咁佢哋咧就係民間去投資啦，咁而且回款即係收翻利益嘅方式咧，就係地鐵公司可以有權去發展沿線嘅物業。咁其實呢一種做法，呢一種經驗，廣州發展地鐵或者係喺未來發展公共交通，係咪都係可以借鑑下咧？係啊，其實廣州已經開始借鑑呢種經驗㗎啦，所以喺廣州地鐵發展當中，亦係即係籌資渠道又係多方面嘅，有內資有外資，亦有利用物業嚟獲得資金，利用呢個地鐵沿線嘅商業廣告開發啊等等嚟獲得。咁其實呢一種投資方式嘅好處，或者如果係要有負面嘅作用嘅話，呢兩方面會體現喺邊地方？我覺得佢嘅主要作用都係正面嘅，因為地鐵嘅造價係比較高就比一般修鐵路啊或者一般修公路都要高。即係我哋以前廣州記得最初第一期地鐵出嚟嗰時啊，都係要7個億1公里嘅。所以7個億1公里。係啊，當時啊第一期，後面我哋第二期開始嘅成本降低咗。咁你喺呢個情況下，你咁大筆資金嘅來源，你靠政府嘅財力獨家支持係好困難，或者靠單一個企業又係好困難。所以必須係社會各個方面力量，用多種形式嚟融資。咁而家睇翻，其實亦都帶動咗廣州商業嘅一個發展。事實係啊，而家所以地鐵沿線啲物業都其實好多都做得幾好㗎啦。地鐵對於客流嘅個運輸嚟講起咗好大作用。咁啊經歷咗30年啦，我見到就即係當中雖然叫有啲波折咧，咁但係但求希望一樣嘢就叫路通財通，希望將來咧通埋香港添。喺過去嘅10年之間，廣州嘅交通步入咗歷史上發展得最快、成效最為顯著嘅嶄新階段。目前，廣州擁有公共汽車同埋電車達到8000幾輛。1997年，廣州地鐵1號線通車，廣州嘅公共交通步入咗立體化嘅時代。時至今日，廣州已經擁有4條地鐵線路。自2010年，
廣州地鐵10條線路將會全面開通，而廣州正努力打造出一個全國一流、世界先進嘅公交系統。呢個係廣州市一個普通家庭嘅生活狀況。房屋係每一個人嘅需要。改革開放30年以嚟，無數人嘅命運因為佢而出現咗轉折，無數嘅家庭因為佢而喜樂哀愁，無數嘅故事亦都因為佢而起伏波折。直到而家，居者有其屋唔再係大家嘅一個夢想。30年前嘅廣州，大家都唔夠膽想象可以擁有一間屬於自己嘅屋，就算只係得10平方米，亦都只係屬於幻想。當時嘅屋全部都由國家分配，人均居住面積只係得3.8平方米。國家對於房屋嘅投入多，收到嘅回報少，背負嘅包袱亦都越嚟越重。住房緊張嘅陰影一直都籠罩喺市民嘅生活之上。廣州唔使國家投資1分錢，同港資企業合作營建咗新型嘅住宅小區東湖新村。到咗80年代中期，天河區建成咗具有商品房概念嘅陸運小區，而當時800蚊1平方米嘅商品房，依家嘅每平方價錢已經接近到1萬蚊。1998年，當時嘅總理朱鎔基指出，中國必須將現行嘅福利分房政策改為貨幣化、商品化嘅住房政策。呢一個係中國住房制度史上一次偉大嘅轉變同突破。廣州市係當時響應呢一個號召最快嘅城市，而佢嘅經驗就好似一場及時雨咁，為試探者同觀望者提供咗一個實質嘅教案。30年嚟，征服城市、改造城市嘅係房地產，令到經濟提速嘅亦都係房地產。廣州房地產行業喺改革開放嘅浪潮之中敢為天下先，改變咗好多人嘅生活，亦都改變咗大家嘅觀念。嗱，咁喺30年前呢，中國嘅人均居住面積咧就係得7平方米多少少嘅啫。咁睇翻而家啦，平均居住嘅面積咧就係27平方米，多咗成20幾平方米喎，燦榮。咁我諗咧，對於特別係香港住嘅人嚟講咧，特別覺得呢個好大進步。我哋到而家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咁我知道其實內地啦呢個房屋問題咧，經歷過即係多年嘅改革啊，好多個步驟啊。咁而廣州、廣東咁啊作為一個即係叫改革嘅先烈，其實曾經考慮過啲咩咧？早期嚟講咧，都係即係單位即係分宿舍嗰種制度下咧，其實好多年冇新起好多宿舍㗎啦。咁啊一路嚟咧就越住越逼，有啲3代同堂啊。咁啊，我哋以前記得咧，好多同學啊，或者包括我哋自己啊，屋企裏邊咧，成家人得一間房，咁啊大家都要住閣仔嘅，所以嗰時搭閣仔係成為一個廣州一個潮流嚟㗎啦。咁啊後尾咧，到咗改革開放初期嗰時，鄧小平咧應該講咗個好重要嘅觀點，佢話咧建築業、房地產業係生產性部門，即係以前覺得呢啲淨係消費，好似冇生產啊，所以就以前嘅政策嚟講就唔起咩宿舍，後尾就加快咗建設呢個住宅嘅速度。咁喺建設住宅過程中咧，開頭個單位籌資建為主嘅，即係譬如講你工廠或者學校，但係覺得呢個辦法唔係長久之計啊！你解決佢得一時，唔解決佢得長遠，所以你應該交俾市場嚟做。所以慢慢就培養起一批房地產企業啦。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廣州有冇啲咩獨特嘅地方係全國即係由佢引起嘅咧？廣州咧就應該講佢屬於受香港影響比較大。我呢方面我覺得喺改革開放當中咧，開放對改革嘅影響應該係好重要嘅。通過開放嚟睇翻轉頭，我哋點樣改？咁咧喺呢個通過香港認識世界。喺全世界好多國家，佢哋住房係點樣解決嘅？咁我哋覺得咧，市場化係一條必由之路，所以咧就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就一個個嘅新村起嚟㗎啦。
咁其實體現翻市場化嘅呢條道路啦，咁就係出現咗當年咧會係有一個風潮，就係由福利分房改成呢一個貨幣分房，咁亦都會有好多喺單位裏邊嘅人啦，可能就係為咗最尾一班車搭得上福利分房嘅，咁就真係諗咗好多方法嘅。咁其實董教授你又點樣睇貨幣分房呢一個現象呢？從福利分房轉向貨幣分房，應該肯定係一個歷史進步嚟嘅。咁原來福利分房呢一部分咧，佢主要照顧咗喺你喺單位做咗好長歷史嘅職工，你以前低工資即係有啲40-50歲嘅啦。如果你又再接受貨幣分房，你可能冇呢個承受能力。咁所以佢對於呢啲老職工嚟講咧，通過98年年底為界限，一刀切將佢哋解決為呢個作為呢個實物分房嘅辦法。就係採取福利辦法，就比較平嘅價格。咁你認為貨幣分房對於中國嚟講咧，最深遠嘅影響會喺邊方面？就係即係你要學識你自己作為消費者，你都係個市場主體。你嘅所做嘅一切要喺市場度實現，你所需要嘅一切要喺市場獲得。咁呢個就係以市場嚟配置各種資源嘅一個基本嘅要求。所以咧，使到消費者可以咧有一個即係認識市場嘅過程，同時更重要嘅係俾咗消費者一個選擇權。以前你實物分房嘅時候，你冇得揀，分你邊間入邊間，你有錢都冇辦法多分嘅，係咪？你而家呢個你市場化以後，你可以自己根據自己嘅需要，我買喺邊度買幾大，買咩價位，呢個權利就體現咗喺消費者身上。即係你買得起嘅話，住豪宅都得。係。咁啊，正話你已經講咗啦，就話即係喺呢一個改革過程裏邊咧，即係廣州扮演角色咧，亦都喺香港借鑑咗一啲經驗啦。咁但係我哋回頭睇呢30年咧，有啲咩經驗我哋吸收咗，可以作為未來之用嘅咧？我覺得如果係講翻嚟咧，就整個第一，你政府咧就唔好大細都要管啊！你政府應該咧就將自己咧喺第一線管理嘅經濟活動咧，逐漸向後退。你退到一個宏觀調控嘅角色為主，你要做市場所不能做嘅嘢，所做市場唔願意做嘅嘢，咁大部分市場可以做嘅嘢，你就交俾市場嚟做。如果市場做得有啲過火過頭啦，你再去適當去進行調控。咁我覺得呢個係對於最重要嘅就係政府角色嘅轉換。第二個重要嘅啟發咧，就係我哋作為每一個居民、每個消費者，我哋過去咧咩嘢都依賴自己單位，咩都依賴政府。而家要識得依靠自己，你自己要提高自己市場競爭力。你通過喺市場上努力工作，然後咧你就獲得相應嘅報酬，你又可以喺市場實現你嘅價值。第三嚟講，對於企業嚟講，都係從過去咧俾國家管死一個算盤珠。以前企業真係連起個廁所都冇權嘅。咁但係香港有個咁嘅經驗喎，我哋一放房地產紅一聲咁樣升上去，曾經出現過泡沫又爆破添啦。咁呢個有冇引起內地作為借鏡嘅經驗咧？我覺得都有嘅，因為咧，我哋國家你睇翻，我哋都有過房地產泡沫嘅現象啊。我哋從07年開始比較揸得比較嚴呢個通脹咧，其實喺房地產領域當中都係一種咧防止佢泡沫過分嘅一個調控措施嚟。咁喺你睇嚟，而家廣州嘅房地產呢個行業嘅發展，你覺得算唔算係理性，算唔算係健康咧？廣州房地產總體上係屬於喺國內嘅大中城市當中屬於比較健康嘅，但係咧喺結構，即係房地產嘅供給嘅結構方面咧，同需求嘅結構方面咧，亦有好多未完全吻合嘅地方。即係譬如話係供過於求，有一啲咧就係供不應求。可能係呢個意思，即係話，因為你譬如講呢啲豪宅類嘅，可能好多房地產商願意起嘅，但係從多數居民嚟講，可能佢暫時未有能力買嘅話，你作為中低價位、中低面積嘅呢啲住房供給，所以仲係相對偏緊張一啲。咁有冇會出現泡沫嘅一個危機喺度咧？呢個咧就作為一個城市好難單獨防止嘅，呢個就靠整個國家嘅宏觀調控嘅配合。咁我哋覺得咧，通過呢個前一段時間嘅調控咧，目前嚟講嗰個泡沫現象已經唔係咁突出啦。嗱，中國咧就由福利分房到貨幣分房，再到今時今日嘅房屋自由買賣，咁中國人咧可以話係面對住一個好大嘅變化。咁呢個變化咧有好嘅一面，咁亦都會有壞嘅一面。居者有其屋就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民生問題嚟嘅。點樣去解決呢一個需求咧，就需要政府同業界攞出好大嘅智慧啦。根據調查顯示，廣州市目前一共有172個樓盤喺度銷售緊，一共推出63000幾套住宅。
然而，08年嘅11黃金週，由於國際經濟環境等各種因素嘅影響，廣州嘅樓市整體供應比較充足，部分大面積嘅房地產高端品牌喺11黃金週嘅成交額甚至為零。目前喺廣州以自用型買家為主要嘅購買對象，因而90平方米左右嘅單位係市場上受追捧嘅對象。有專業人士指出，目前廣州嘅樓市仍然處於調整期，預計樓市嘅淡季會維持到今年年底或者係明年年初。今日嘅廣州係一個物質生活極其富裕嘅地方，零售業十分之發達，所有嘅食品、日用品、衣物，由高級嘅、中等嘅，到平到你估唔到嘅，喺呢一個城市都買得到。以衫褲為例啊，我哋可以喺友誼商店或者係名牌專賣店買到同一般生活完全脫節嘅貴價衫。可以喺廣州37個大商場買到中等價錢嘅產品，而街頭巷尾仲有好多特色店鋪，專賣風格強烈嘅潮流服飾。咁豐富嘅品種，咁大量嘅衣物，喺邊一度嚟嘅呢？價格改革由食品延伸到各種生活用品，改革開放，廣東逐漸成為咗中國乃至世界嘅工廠，各種商品湧入廣州。而廣州亦都因而形成咗一個個龐大而品種繁多嘅批發市場，從高科技產品、汽車、家電、音響到水產品、藥品、玩具、布匹、皮具等日常用品，應有盡有。喺80年代，有南國夜明珠美譽嘅廣州西湖路燈光夜市，係廣州批發中心嘅雛形。最開始呢一個夜市只係為咗解決廣州市民嘅就業問題，估唔到大批市民蜂擁而至，做批發嘅外省客商亦都紛紛前嚟淘金。當時一個1-2平方米嘅檔口仔，月租金就高達3000至5000蚊。不過仍然有好多人去嗰一度租鋪，而擁有一個西湖路嘅檔口，就成為咗嗰個年代做服裝生意人士嘅身份象徵。時至今日，西湖路夜市已經淡出大家嘅視線，而白馬廣場、天馬大廈等大型零售批發市場，亦都已經代替晒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嘅廣州夜市，形成咗新嘅商業模式。咁社會開放改革進步，咁究竟進步咗幾多？開放咗幾多呢？有人用唔同嘅方式嚟量度。阿國老，有人用衣服㗎喎。梗係啦，其實咧，尤其是女裝衫啊，簡直就係呢一個社會嘅變化同埋即係潮流嘅發展嘅一個可以話係標誌嚟嘅。咁其實諗翻喺30年前啦，咁就係咩嘢解放綠啊，一啲咩標準藍，即係連裙都見唔到一條嘅。如果俾我嘅話咧，我就覺得好慘啦。咁其實董教授喺你印象當中，呢30年嚟喺服裝方面嘅變化，你印象最深嘅會有啲咩方面呢？哦，我覺得咧就係多樣化啦。即係呢個多樣化咧，從顏色到款式啊，到穿着風格都係多樣化啦。我記得我以前我哋讀大學嗰時，我係1978年春天入大學嘅。我一坐低，全班同學男生個個都係3種顏色，草綠或者藍色或者灰色啊。所以我記得當時咧，國外嘅輿論啊評論中國人睇落去喺街上叫做一片灰色嘅螞蟻，你都分唔清男女性別嘅。所以大家係冇錯啦。女裝更加即係冇咩好大膽嘅設計嘅，全部都係顏色又好單調嘅。其實唔單止着㗎，即係你話頭髮係女性嘅另一種服裝啊嘛。嗰時廣州有一段時間係唔準電髮嘅，係以資本主義嘅方式。所以最初改革開放初期咧，佛山大頭搞咗以後咧，我哋廣州好多女士就可以佛山電髮。梗係啦，個個都貪靚噶嘛。嗱，今日就已經講咗啦，即係服裝係顯示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廣州咧，唔單止服裝嘅服飾啦，即係佢本身有做服裝批發業，亦都成為咗個龍頭添。其實你點樣去理解呢一個變化，朝住咩方向，有啲咩啟示作用咧？
廣州可以咁講咧，佢地處呢個毗鄰港澳啊，面對海外呢個前沿咧，咁佢喺開始掛開嗰時咧，佢個首先嚟嗰啲項目咧，都係屬於嗰啲比較快出產品、快出效益嘅，所以以輕工產品為主。咁咧加上咧，我哋知道整個亞洲區佢嘅服裝業咧，基本上日本就到香港㗎啦。所以咧喺廣州嚟講係咁挨近呢個地方嘅話咧，有好多國外先進嘅一啲設計，佢就會首先喺廣州嚟講生產。咁所以就咁咧就變咗廣州有呢個得天獨厚優勢。咁咧外省嘅人咧中意嚟呢度買啦，咁買得多，好多人就開始做批發啦，乾脆就運翻去即係外省嚟，所以就變咗廣州嘅服裝就大量北伐。咁雖然話係即係廣州嘅呢個批發時裝批發會係起步比較早啦，咁但係而家睇翻啦，廣州嘅白馬服裝商城亦都係一個即係時裝嘅集散地啦。咁但係咧，佢喺全國50個服裝嘅集散地當中咧，排名係46啫喎。咁我哋成日就話遲嚟早上岸啦。咁而家呢一種咁樣嘅情況，會唔會係早嚟遲上岸咧？變咗？你講得呢個問題係好有代表性。整個廣東個嶺南嘅文化嘅特點咧，都有呢個特點。佢有一種靈動嘅一種文化，好多嘢反應好快，上手好快。但係咧後尾做大做強嘅就比較少。唔單止服裝業，睇翻家電業都係呢個特點嘅。廣州家電係廣東嘅家電最早做出嚟嘅。以前廣州市都有啲老牌家電，咩萬寶冰箱嗰啲，嗰時全國係 No.1 嘅企業嚟嘅。而家唔見咗啦。係咯，佢都係冇呢種氣勢。後邊你睇翻轉頭，最大嘅批發市場喺外省，最大嘅家電企業又喺外省。可能咧就從呢個嶺南呢個文化嘅傳統有關係。好多嘢咧就小富即安，或者冇嗰種中原或者中原文化嗰種氣魄，亦冇江浙文化嗰種細膩啊，即係比較細緻。即係創業難，守業更加難。係咁啊，教授，我係了解到啦，即係其實而家國際有咁嘅潮流嘅，佢哋就話早年鬥產品，鬥完產品鬥服務，鬥完服務咧就鬥叫經驗創造或者鬥哲學、鬥品牌咁樣。咁我見到即係好多譬如廣州咁樣產品就停留咗喺產品啦。咁我哋點樣可以衝破即係人哋即係已經發展走咗去前邊啦？咁點樣追翻呢？喺呢種又係同我哋嘅好多經營者嗰種理念、嗰種文化有關係。廣東或者廣州市，佢個包容性好強啊！佢即係海納百川呢種風格，絕對喺全國好多地區嚟講比唔上嘅。即係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係咪？大家都中意嚟呢度做，咁我哋又冇排斥外地嘅經營者嘅。但係呢種包容性嘅另一面咧，就係攞嚟咩都攞嚟。品牌又攞嚟，技術又攞嚟，我就自己唔再諗自己嘅發明啦。所以有時咧，你過分包容嘅時候咧，見到反正國際上好多嘢可以攞你呢度做啫嘛咁。所以但係呢個可能要轉變。咦？咁如果要真係要轉變，係靠政府啊，靠譬如你哋大學咁啊，定係靠民間呢？可能首先要喺一種創新文化呢個角度上，大家要有一種教育。咁啊，當然而家政府都好重視呢個問題啊，即係都話我哋要加強廣東嘅創新能力。咁我哋喺大學裏邊咧講嘅話，都係將創新係放喺好重要嘅地位嚟講。咁但係呢個問題可能仲係要睇呢個整個形勢。我覺得目前嚟講，最近我哋國際嘅經濟形勢比較差咗，外貿出口又受好大影響。有時反轉嚟咧，可能係一種迫使企業自己要諗出路啦。咁可能會成為佢創新一種動力。可能3個方面大家一齊坐低傾傾。係咯，但可唔可以咁樣諗咧？即係你回顧翻呢30年，真係數唔數得出一個半個品牌真係似係品牌嘅咧？哦，咁都有嘅，好似廣州嗰個珠江嗰個鋼琴，都係喺國際上嘅銷量好大嘅。當然佢唔係屬於高檔嘅。哇，咁啊，可能真係要除咗呢一個珠江鋼琴，就要諗下其他產品咯。咁係啊，服裝都係弱咗啲。服裝而家江浙嗰邊服裝品牌，寧波啲服裝做得幾好。所以有時我哋廣東省領導、廣州市領導經常話喺江浙嗰度參觀。但係其實我覺得好有一個現象，就係我記得喺80、90年代嘅時候咧，咁譬如話我哋去到內地旅遊，咁見到人哋嘅一啲大 shopping mall 啊裏邊賣嘅衫，佢哋會標榜話係喺廣州攞貨嘅。咁但係可能而家咧已經唔會再係有呢一個咁樣嘅標榜啦。咁可能佢哋反而會係話可能我呢啲喺歐洲啊、喺日本啊咁樣，但係唔會再提喺廣州咯。咁其實會唔會喺一個品牌競爭上面，廣州係會輸咗俾國外？咁咧，如果從商品供應嚟講咧，因為而家係早期我哋係首先走一步，而家係全面開放，
所以好多地方佢都引進咗外資，所以好多品牌可能喺佢本地嗰度有得生產，佢就唔一定嚟廣州攞貨。呢個亦係一種好嘅現象咯。反正我哋話一花獨放唔係春，係咪萬紫千紅春滿園？咁啊，全國都有呢種，我哋有時亦要接受呢種現實。咁好啦，你下邊要再創造新優勢嘅話，就好似你哋頭先主持人講嘅，就要創品牌。唔係啊，咁我見到咧，即係過往嘅喺呢個批發業方面咧，其實廣州啊、深圳啊、東莞啊等等，其實都有過嘅成績咧。咁但係面對未來，似乎就正話所講啦，就包括咗政府啊、大學啊、企業等等，可能就要為下一步要鋪路，培訓出我哋未來嘅人才，亦都要改變企業嘅思維，要創造未來嘅品牌，先可以解決未來嘅問題。時至今日，地處世界製造中心嘅珠江三角洲腹地，廣州市區裏面有各行各業嘅批發市場。目前廣州批發市場一共有522間，其中多數係中小型嘅批發市場，比較有規模嘅專業批發市場總數近150個。廣州市政府將廣州批發市場視為將廣州建設成為國際性採購中心同現代化商品集散中心嘅重要途徑，加以大力發展，力求構築一個同廣州區域性商貿中心地位相匹配，同大商業、大市場、大流通相適應嘅現代批發市場體系。改革係手段，發展係目的，而發展咧亦都可以調翻轉頭嚟推動翻我哋嘅改革。咁其實改革開放30年嚟，物質上嘅豐盛就令人非常之感慨，而精神上嘅所有嘅變化咧，亦都令人精神為之一振。咁所以咧，而家嘅中國人咧就開始重新審視自己，開始去追求自己想過嘅生活㗎啦。咁啊，回頭審視翻30年咧，咁我哋見到咧物質豐富咗，思想解放咗，喺衣食住行方面全部都可以見得到啦。咁我哋由以前嘅計劃經濟咁過渡到市場經濟，由以前嘅產品過渡到商品。咁我哋展望未來，期望會有更多姿多彩變化。今日咧，我哋多謝晒董校長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嘢，多謝晒你。多謝晒。咁而我哋今日嘅節目咧，又到呢度啦，拜拜。拜拜。